大家好，我係余士友文。咁話說我哋喺2019年嘅時候就目睹呢個來自東方嘅病毒散播到全世界。24世紀嘅蒙古人亦都曾經將呢個黑死病帶到去西方。咁但係當我哋睇下呢個近當代嘅歷史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有好多病毒其實係由西方傳播到世界。咁當然呢個就唔係生物學上嘅病毒啦，因為我講緊嘅就係思想上嘅病毒。而例子方面就包括呢個共產主義同無神論啦、後現代主義啦，同埋就有呢個文化種族嘅多元主義啊。呢啲病毒嘅殺傷力絕對係不下於呢個天花、鼠疫啊，又或者係呢個艾滋病。因為雖然呢啲病毒就可以摧毀一個人嘅肉體，但係呢啲思想病毒所摧毀嘅就係成個社會嘅精神價值。而我哋呢一集要討論嘅女權，好明顯都係屬於呢個類別嘅。咁雖然好多人都知道女權近年嚟點樣喺西方受到普遍嘅唾棄，即係好似呢個黑雪公主嘅公關災難就係最好嘅例子。就話當迪士尼呢啲大企業喺度不斷咁向社會推銷呢啲極端嘅意識形態嘅時候，佢哋得到嘅就係市場對佢哋嘅懲罰。咁但係雖然西方都已經開始意識到女權對社會嘅危害，而西方就係女權一開始嘅發源地。咁但係我就發現喺呢個中文世界裏面，好多人都就係戇居居咁將女權當作係進步嘅象徵，而啲人裏面好多都係所謂嘅知識分子。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題目係值得一講。咁講到呢個女權呢，我就諗起之前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講起呢個伊朗嘅問題，因為我哋知道伊朗早2年就發生過呢個年輕女子哈米尼俾道德警察殺死嘅事件。而我呢個朋友嘅諗法同主流媒體嘅宣傳係一樣，就係話呢個事件嘅本質就係伊朗對於女性嘅壓迫啊嘛。咁但係我就問我呢個朋友，就係話假設今日伊朗就捉咗一個男性嘅政治犯，我哋就會話呢個係伊朗對於公民權利嘅侵犯啊。但係你會唔會話呢個係伊朗對於男性嘅壓迫呢？咁同埋如果我哋睇下每年被伊朗政府迫害嘅受害者，我相信裡面嘅男性比例係遠遠大於女性。咁所以當男性被迫害嘅時候呢，呢個根本就唔會成為新聞。咁當然你可以話女性嘅迫害係因為伊斯蘭法裏面針對女性嘅部分比較多，所以佢哋主要就係因為女性呢個身份而被迫害。咁不過呢度就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伊朗政府嘅話，我一定係會提防男性多於女性，因為造反嘅通常都係男人啊嘛。咁所以當我哋見到男性嘅政治犯遠遠多於女性嘅時候，呢個其實係咪都同佢哋係男人呢個身份有關？於是我呢個朋友聽完我咁講之後，就話佢完全冇諗過呢個問題。而以上呢個例子又話俾我哋知啲咩呢？就話女權呢樣嘢到底被濫用得幾犀利啊！咁不過其實呢度亦都引申到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咧，就係話權利到底係咩呢？即係如果我哋仔細諗下嘅話，我哋就會發現權利呢個概念到底有幾空洞。因為雖然你就可以話你有被尊重嘅權利啦，但係咁樣係咪就代表其他人有責任尊重你？又例如你就話你有得到溫飽嘅權利啦，但係到底邊個有責任提供食物俾你？咁當然我就唔係喺呢度鼓吹大家無緣無故咁樣唔尊重任何人啦，而我亦都唔希望有人得唔到食物而餓死。咁但係呢個同你有冇權利根本就係兩回事啊！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呢個女權嘅例子，就係話當女人獲得經濟實力之後，佢哋自然就喺好多方面都得到權利。而當你缺乏經濟實力嘅時候，你係好難爭取到任何權利。咁但係一旦你有咗經濟實力，你根本就唔需要再爭取權利。你可以咁講，因為經濟實力本身就已經附帶呢個權利。咁所以我諗我哋就要分清楚呢個因果關係，就話到底女性係喺得到經濟實力之後慢慢產生咗女權嘅諗法咧，定係因為佢哋有咗女權嘅諗法之後而得到經濟實力？
好明顯就唔係後者啊嘛。咁所以我諗呢一點都已經好清楚。你話女權根本就係多餘，因為女權本身根本就冇辦法實現任何嘢。咁雖然我哋而家就知道女權到底有幾多餘，你話女權對於社會就有啲咩實質嘅破壞？我認為最明顯嘅就係喺呢個家庭方面，即係女權成日就抱怨呢個社會將女人當做生仔機器，而呢一種諗法到底又反映咗啲咩？即係我哋都會話家庭或者社會係一個整體，而我哋每個人都唔係孤立嘅個體嚟。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就將一個人嘅肺啊，或者將佢嘅心臟攞走，咁其他器官都冇辦法生存咯。咁但係你會唔會話其他器官平時都喺度利用緊肺同埋心臟咧？咁但係當女權提出呢個生仔機器嘅時候咧，佢哋嘅意思就係社會喺度利用緊佢哋。而我哋都知道社會係通過女人嘅生育先可以存在。咁所以呢個到底代表啲咩？就話女權根本就喺度否定緊社會嘅存在。對於佢哋嚟講咧，個體嘅存在先至係真實嘅，而個體嘅權利就係大於一切。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冇諗過一個母親對於社會嘅貢獻到底有幾咁大呢？當然係冇，因為佢哋永遠只係睇到生仔對於佢哋嘅職業生涯構成一個障礙。咁所以雖然生仔可以帶嚟新嘅生命啦，而文化亦都可以通過生育嚟延續啦。但係對於女權嚟講咧，呢啲全部都冇賺錢咁重要。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可以調翻轉頭嚟講啦，就係話如果從社會嘅角度出發嘅話，一個母親嘅價值係遠遠大於100個女權分子嘅總和。咁所以以上就係呢個生仔嘅問題啦。而女權就認為，與其成為呢個母親，女人喺出面做嘢就係更加好嘅。咁不過而家好多女人都出嚟做嘢，但係女權唔會因為咁樣而滿足嘅，因為佢哋永遠都會嫌棄女人得到嘅工作唔夠好。即係女權就會同你講啦，就係話當我哋睇下呢啲咩醫生啊、工程師啊、科學家，呢啲領域全部都係俾男性佔據。咁但係呢個其實會唔會先至係符合自然嘅呢？即係好似呢個以火爆言論著稱嘅加拿大心理學家 Jordan Peterson 喺一條片裏面就講過，就係話有一啲社會學嘅研究就曾經喺北歐國家調查嗰度嘅性別分工，而我哋都知道北歐國家喺男女平等方面係遠遠領先全世界嘅。咁但係佢哋就發現北歐國家嘅性別差異唔單止冇消失啦，反而係增加咗。而呢種差異主要就係在於兩性分別對於物件同人比較感興趣。咁所以喺對人嘅工作裏面咧，女性其實反而係比較有優勢。咁當然女權就唔會承認呢樣嘢咧，因為佢哋永遠只係睇到男性點樣喺某啲行業佔主導咁。咁但係佢哋又會唔會走去抱怨點解咁少女人做通渠呢？又或者點解咁少女人做呢個汽車維修啊？又或者呢個屠宰場呢？因為呢啲都係佢哋睇唔起嘅工作啊嘛。咁所以好明顯呢，男人做呢啲就係冇問題。咁所以以上就係少少我對於女權嘅睇法啦。至於你話女權嘅前途到底係點？咁我喺呢方面就係比較樂觀，即係好似呢個日本咁樣。咁我哋都知道女權喺日本基本上就係冇任何市場啊。而我甚至話日本嘅存在正正就係對於女權嘅完全否定。情形就好似有啲人話華人嘅文化同民主係冇辦法相容，而台灣嘅存在就完全推翻咗呢種講法。即係如果我哋從女權嘅角度出發呢，全世界大部分嘅國家都係壓迫女性，即係好似呢個印尼咁樣。咁女權就會同你講咯，就係話點解印尼咁落後嘅呢？呢個就係因為佢哋壓迫女性，咁所以壓迫女性就係一種落後嘅表現嚟。咁但係好明顯，呢種講法放喺日本就完全失效。而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日本會成為女權最大嘅眼中釘。
真係好似佢哋就會將日本女性講到有咁慘得咁慘咯。但係其實呢個係咪因為佢哋妒忌日本女性有女人味呢？因為我哋都知道女權對於大部分男性嘅異性吸引力幾乎係等於零，而女權似乎都有一種諗法咧，就係話如果你好似日本女性打扮得咁靚嘅話咧，咁就等於你喺度屈服於男性嘅審美霸權咯。咁所以對於女權嚟講咧，日本嘅一切都足以引起佢哋嘅仇恨。咁同埋唔好話日本啦，就算大陸喺呢方面其實都做得好過西方好多。因為雖然我哋都唔贊成大陸嗰種極權啦，但係極權有時候係咪都可以做出一啲好事？我認為係可以。咁所以當我哋見到大陸打壓女權嘅時候咧，呢個就等於一個邪惡力量喺度打壓緊另外一個邪惡力量。而我認為呢個都未嘗唔係一個有趣嘅景象嚟嘅。咁不過點都好咧，我呢一集就講到呢度先。咁因為女權嘅源頭其實就係喺自由主義嗰度，所以我就想同大家推薦下上次呢一集。至於大家睇完鍾意嘅話，就可以幫我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呢個都會成為我好大嘅動力嘅。